台南市中西區美街規條街旁講，志剛無用到豬肉麵。舊曆5月28是美街中正堂石獅聖風夜聖誕，除了一連串的可以發揮慶典、拔頭家爐主之外，更延續舊年的公益行動，舉辦愛心平安糯米發放活動，發放400盒、60盒糯米、雞卵糕以及紅包。愛心不間斷，就是要安尼行。舊年吼，佇個厝舉辦吼，金額較少，啊有阮的愛心協會迄個理事長吼，講要辦較大場的，所以今年吼，有較有迄個數字啦。今年結合各界資源，發放對象對中西區擴大到北區，捐贈總金額有20萬。區長親自到場頒發感謝狀，這位民意代表嘛來致意。希望咱的這個民眾吼來領到咱石獅聖風哦，啊祝福的這個物資哦，攏會當予大家哦，食了攏會當身體健康，啊攏會當合家平安。活動當中拄着風颱，廟方無驚風雨，持續送暖，互更較儕人佇節慶當中感受宗教文化的人情味，也透過實際行動關懷社會弱勢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